穿上官兵服装，摕着武器，坐上船啊，军队阁实行北山尾海岸，呈现郑成功登陆场景。这款活动是罗里社区连续14档拢会举办的。今年配合台南400，操练阵容是更加庞大，而且阁看海邀请红信中心会做伙来参与，特别具有意义。如果社区在今年特别前往金门3次，去邀请金门后虹港及红信中心前来参加本次的活动，所以呢，这一次金门的红信中心跟后虹港的社区民众总共有60人要来参加，那台北的学者大概有20个。另外呢，我们还特别商请了七股乡德安宫、金狮镇，还有竹桥国小的牛犁歌、显功国小的国乐团，仙草国小关岭分校的太鼓，要前来一起共襄盛举。那这一次除了这些单位，最重要的是我们很用心规划，全部做了新的兵士的服装，总共做了200套，让这次参与的乡亲来感受台南400郑成功传奇的不一样的地方。安南区公所甲罗里社区伫4月28共同举办台南400呈现363档前郑成功登陆的活动。伫宣传记者会上，除了开箱今年重新制作5款官兵服装以外，东港参与操练顶头，也伫现场先展一段功夫。民政局长蒋玲煌表示，郑成功登陆是一段重要历史，罗里社区对着这段历史的注重是相当的可贵。363档前啦吼，郑成功率领他的部将呢，来从鹿耳门这里上海，然后呢做反清复明的一个动作也创造台湾的这个历史哈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非常感谢社区那个蔡登进蔡理事长呢，他14年来一直对于郑成功登陆台湾这个历史一个严格，也让我们后代的人觉得说郑成功开创台湾的这个历史非常的难得啦。台南400郑成功传奇活动，除了社区民众、学生族群、甲海陆退伍官兵等数百人登演登陆场面以外，今年表演团体佫包含竞赛灯、送钢灯、车鼓灯等，也拢会参与活动。活动当天将会相当的热闹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